宜兰的风雨是变强，有一寡车路暗坑拢积水，大智山有大粒石头连落来，加在苏东市无人经过。另外，宜兰罗东溪因为溪水真臭臭，居民烦恼会甲溪边的车路路基拢呛去。这粒大石头放伫宜兰大智山车路中央，警方紧急前往管制，搁找工具机想办法刷走。大石头为山坪向向放落来，好在再无造成人员伤亡。伫苏澳县爱路嘛，因为大水雨致使山坪的土石放落来，山道日风台渐渐上北，为宜兰地区带来大水雨，造成一寡灾情。除了车路石头放落来，东山河水尾的嘉里湾桥附近嘛，因为河水涨悬，河边的步道浸伫水内。宜兰市南阳大桥下骹暗坑嘛开始积水，汽车只好撩水过。溪水涨悬的，还有罗东溪爆发一直去互溪水冲，山坪边啊都是大进路，好侪个人烦恼路基，因为溪水长期冲蚀流失。因为这罗东溪吼，长期来吼，拢有当啦做风台大水的水真大，拢会灌过来阮台进团这边。每次遇到这个大雨的时候，那所有的河流的水啊，这个罗东溪的水流都会往我们的大进路来这个路基来冲击。在这次台风之后，或许并同一些河道整理，然后我们会再沿着那个护岸边加设一些短钉坝。第一河川分署表示，当地山坪有一寡红毛土家己保护路基，道路暂时无安全记录。未来在风台过了后，会先沿爆花设一寡水坝，避免雨花继续去溪水冲蚀，并小可调整河道，让溪水会当离爆花较远的，保护道路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